它們能夠將靈魂投射到動物之中，那種動物被稱為它們的吐怒托納爾。這是一種力量，一種知識，並不完全足於光明，也不全足黑暗。古代的尼沃既可能是村莊的智者與守護者，也可能墮入陰影，濫用這種力量。納瓦利這個詞本身就含有偽裝、隱藏、雙重的意思，一種遊走於人類與靈界之間的存在。隨着時代的變化，這種神聖的力量逐漸被解、扭曲，成為後來令人恐懼的象徵。第三部分，黑暗的轉折。那麼尼沃拿瓦爾的形象是如何變得邪惡的呢？答案藏在歷史之中。自從西班牙的征服開始，土著的信仰被逼如歐洲的巫術、惡魔、契約等概念混合，原本的靈性存在逐漸被看作是佢變形的女巫、夜晚的化身。於是